为什么炸鸡、薯条、汉堡、可乐这些东西都不能带啊？都是我最爱吃的哎！哎呀，你说的那些东西都不健康，不能带啦。哪有不健康？不是吃了还会变得胖嘟嘟吗？哪有不健康啊？你们在吵什么？哎呦，明天赶美要去校外教学，他说他要带什么炸鸡、汉堡、薯条、可乐那些去，怎么可以啊？那些都是不健康的食物哎。因为在学校大家都说好要带这些食物啊。炸鸡是小花的，蛋糕是美美的，其他都是我的。分享是好的事情，但是你还在长大，应该多吃一点蔬菜水果，这样才有营养哦。可是，好吧，那明天我要带什么东西去啊？那我可以准备你最爱吃的炒饭哦。好哎，炒饭里面有红萝卜，有肉，有蛋，厚实又营养。好哎，炒饭，那我还要加玻璃脆哦。哇，好棒好棒！炒饭里面加上玻璃脆，懂厚实。耶！厚实，好吃。我最喜欢吃阿美煮的红萝卜炖排骨汤了，真的厚实又营养。哇，我也好喜欢喝红萝卜炖排骨汤哦。彤彤姐姐，那今天来我们家吃饭啊，就能喝到厚实又营养的红萝卜炖排骨汤了。真的吗？谢谢干妹。厚实，好吃。厚实好吃，这句话你学起来了吗？厚实，学会了，棒棒！那哈克乌拉拉，下次再见喽，张磊聊。